我伫咧美馆的面前哦，一直甲你学路呢，才答应要来的哦。娶某爱娶我这种啦，后生啦。做嘛个急诊，外卖去接皮包的。你上面点讲说你无嘛好，欠现金。老爸啊，就是精细啊，这抬猪抬羊啊，搁抬牛安尼抬真济，这个囡仔精细就一只牛安尼，要讨伊的钱。邱定荣，嘿啊，外头去上班啦，外头哦都掀起小手啦。这小只比大只还贵啊！当然啊，买鸟你以为买猪肉啊？好了，就抓这一只了。这就对了。哎，老陈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种鸟啊，在山上啊越来越难抓嘞。哎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老陈，这个送你啦，钱找你。再来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有空常来哦。生意了哈，来我看，讲了哈，来，入啦入啦。係你們唔好上當，上當。人嘢隔壁哈，喺啲地方，當然喺啲地方中央，那通線愛好，那地圖呢沒有找錯，還有啊，那拱線，你看沒有拉，哇，動態誒，你當然啦。佢長咗做呢度嘅記者了嘛，佢好偏中央嘢隔壁呢，你看下腳行了嘛，要腳鉗嘅呀，你啊話，當個長咗做一下就一條隊會命嘅哦，佢長咗難叫哦，佢盡量買來嘅呢，當貴呢。來，去前面看，好，來來來，注意行啊！看啊，一係幾係地方行下。啊，全部都坐喺大西公園啊！啲地圖吼有水，做啲寫成，其他條寫成嘅地方啊，跟住其他條食飯嘅地方，其他坐下，地圖哦，其他條水母嘅地方哦，啱冇頭條水母啊。你高二地方嘛？高嘅地方，有呢，我記得講嘛。溜滑梯、荡秋千。荡秋千，個屌樣有講荡秋千啊？我話啲咧，你講幾種屌去教我荡秋千嘛？阿權黑翻嚟裝，你裝開唔來看，好嘛？好。啊，而家到邊嘅隔離嘛？好啊。好好，一個先拿食掉，好，來，啊，依邊看，依邊看。啊，關係吧。阿超，阿叔喂，太姑姑，哎，吃饱嘛？啊？哎，妈妈呢？弟妹，阿超，阿叔喂，來啊！好。做嘛呢？過來，嗱，日本呢？哪里来啊？哎，吃饱嘛？這個位啦，日本呢？我嘛按到東西啊！來，要不然，兄弟沒有。太姐，這阿叔的行迄聲音，嘛時裝本去做嘛咯？對嘛？我去來啊！哎呦，幾點鐘嘛？來，我去來。來啦，退來啊！夾拖啦！咩啊？太姑，啲人喺台灣啊？我快些，唔知聲啊就看到太哦，嘛個蔬菜有冇看過？好啦，阿叔的太哦哈，有迄哥哥哦，嘛個事情就做定來。也無卡就做得老娘媽天數啲嘛。好啦。起名看，做起來幾好看嘅咧。夾不哈，睇下電腦。大概哦就不用罰很多錢。哎呦，又冇買東西。你時裝當貴呢？做朋友做唔落嘅咩？乜個朋友？冇悶啦。阿叔誒，冇好忙啊，姐姐出來睇下看啊。阿叔誒，喂。哦。
不可能，你来哟！好快哦！阿叔哎，你真给我丢丢嘞！哎呦，缘投哦，太多将来做啦。缘投哦，哈。嘿，小屁孩。大摆太姑姑来嘅時節，除非喺到牙不卡，太姑姑老媽總會講話講到東亞，有時太上手，有時細上高，唔知佢哋都講到話嘅，一直到捱到都衰退，馬老太姑姑還唱一個腔用，水夢。什麼人就會安樂了？一遇到感情的事情就會安樂了。你說過2天來看我，一等就是7年多。大聲哦！哎，邊個啊？事情挺多。啊。乜嘅事情啊？冇啊。唔係部會當槍有乜嘅事情問定係？冇啦。錯嘅。昨晚呢，香港嘅飛機打電話來，講向講家己位嘅有一位意大利嘅衫攞皮包嘅。這香港人講嘅過年還能談嘅事咯。你一餐咩要想去香港探訪啊？係講成日真冇好，有咩冇法度嘅？冇辦法，唱歌，希望做啲片，叫我去讓聽書買。意思啊？延平北路嘅有人叫我去。吃飯嘛，咱們明天不能吃，好冇？你去食飯。我唔重點呢。唔怕啦，已經冇影響。你兩個 Q 誒，我咩很認真喺度做補啊？做官呢，Q 啲生較好做。乜嘢啦？真做啲地方有冇人看到呢？你哋諗乜嘢？太啱咯！我哋做乜嘅啊？我注意办事啊！姐姐，你很用嘅咯，盡量按叫嘅，有冇講法？資源，要不我哋點開生意冇嘛好？所以先讓人家丟一錢奉獻嘛。唉，做得當奉騙，捱下係冇時間，咪係冇錢。唔過，係會笑。你遐做一些咩唔係當好，冇結婚，咩冇生年嘅。
路应用甲啥？像安尼啦，毋转来人会天数，工厂爱无限，爱放唔开，公司无你得当的呢，缺口不卡人啊。我收了你家钱了。毋迄样的喏，啊，记录台互相天数毋迄同好嘿。我用钱，我用人，毋转来穷较久啊，年假的落招牌，安尼毋迄同好嘿。转来不卡天数，电都做会靠你。安尼张错。姐姐，迄无人会加钱，我用甲啥？俺本来就无你从屯不卡加钱啊。你当这也想办法。钱的事情，俺唔会老乱没讲，放心啦。迄唔是诶，唔是小眼啦。那个飞机啊，要不要再上2班？我们做。我拜托啊，这班机票较便宜啦，便宜我1000元。那客气呢？我准备迄时去上茶诶，几点准备好，加杠穿。连茶的资金你穿唔转来？在地台内啦。唔好啦，从不管理。搁较唔好。我佚佗，研究要严格诶。你上天数还是真欢喜啦。但唔好，我准平安考试就好，不想推倒。OK。啊，你稍等下啊，我来坐。妈，你做乜甲安香喏？也只事啊，唔算动价钱，伫当店要动唔到几多钱。不过也迄名架铺，唯一留下来本来嘅东西。哦，多谢啊。你看，来。真的啊！因为迄个时阵啊，隔壁迄个查某囡仔伊伤细汉，伊逐道若看到什物青蛙啊、什物的，伫遐跳，伊就想要学伊跳，跳咧，伊看到青蛙，伊迄时阵就无看到水沟啊，佮伊个人跋咧。来啦，你来坐啦。好。歹势呢，阮兜足乱呢。哪安尼讲啊？师兄诶，妈妈转来哦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再来，你先去洗面。阿姨姐啊，这是要互恁的，内底有一寡册，甲一寡食的，小朋友。客气要创啥啦？来来，我去食。免茶啦哈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啊，你稍等一下哦吼。好。好，来，看下啊。这是查甫的。哦，你来，这是查某的，你看下，你家己倒一个。啊，你还未看到摇头，什么意思啦？哦，你家己看。看我创啥啦？看相片啦。
欸，这不是工厂的迄个会计吗？哎呀，巧玲，就水吼，真的有意思哦。唔是啦，会计姐啊，工厂的员工就免介绍我啦。对哦，你拢熟悉，我介绍啥物吼？我知影啦，迄后壁有几个毋是迄工厂的啦。看下，嘴巴来。你做代志拢遐认真哦。一定爱的啊，无我四个囡仔要食啥？我甲你讲，这个查某囡仔吼是台北人啦，啊厝内吼就伊一个查某囝啦。你若是娶着伊哦，嫁妆一定袂少呢。安那？啊，看卖啊啦，足水的呢。妈妈，来杜世瑶。杜世瑶哦，你等一下啦，你可以做饭的呀，哈。你就是小宋对不对？来，过来这边坐。叔叔有带一些吃的，先吃点东西垫肚子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里有很多口味哦。小康叔叔，我跳糖给你吃。什么该跳跳糖？等候谁啦？霹雳跳跳糖，我试试看。好酸哦！可是它真的会跳哎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还要再一个。哎，这正经的啦，我跟你讲话呢，你介意倒一个啦？哎呀，阿哥姐啊，你帮我决定就好啦。你这个人这好讲话哦，我帮你决定。你讲的哦。你红包钱我一定要赚。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好像要来走。啊，你无爱头来食饭哦？无啦，我也唔该加班的。你足拍拼的呢。咖喱赶快啦。好啦。小秋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好啦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较紧甲你安排啦，哈。对啦。阿哥姐啊。哈。不来急啊。再见。哦，再见。我是佩罗，等一下吃饭呢。这个啦，这个生要较好笑啦。这个好看。这个。哦，这个缘投啦，我介意啦。哎呀，你介意啥阿辉啊？你有翁的人呢哈？你搁看洗目针啦你。哎啦，好看啦。啊那有看到有介意的无？这个哦。哦，这个真正有斯文哦。哦。啊这啦，这哦是有较老啦，不过有厝哦，搁有车哦。哦。啊这卖讲，这足低高的啦哈。恁等我一下，好，开始。巧玲啊，来，你看哦，你中意那个哦，淡薄又变好，你人会记下落。这个人来讲，OK 啊。阿小姐，俺要去做啥啦？哦，是哦。好啦，唔知人来讲啦。好啦，恁看啦。哦，紧紧的哈，有别人算去啊哦，莫怪我哦。这真正袂歹啦，下手爱较紧的啦，嘿。巧玲啊，阿小姐，俺去哪行啦？哦。错啦，亚宝的唔要转去后面离嘛。俺要上班，俺去的差不点，根本就这样唔得。俺球又爱了特别了哦。嘿哦。哦，佮听讲呢哦，俺带班金又来啦，咱拜托亚球哦带转去后面离啦。俺讲用爱买嘅，其他志苗哦爱付票嘅哦。好啊，俺要老球讲。好，来来站哦。啊，俺唔记得来。
下问老眼讲呢，唔中意几多好呀？哈？几多好呀？无啦，无，看唔笑眯眯的就会有啦，你会无呢？歹势哦，唔是歹势啦，对老小姐讲几多好啦。歹势讲哦，给用下来啦。来，下几多好？这种名片，迄间囡仔伫福运红本几种咩？你是咧讲啥？那你这神秘啊？你唔捌啦，阮查某人讲话啦，你去行你的后倒摆啦，紧转去啦。哦。紧转去，紧转去。小林倒带迄，爱弟啦，老小秋哦，当电对哦。注意了，爱弟。袂使袂使，秋定龙咩？我行愛。总好吃哎，反正我知道了。行行啊！好事，下禮拜我大家記載來。好。阿小姐，冇喊乜介，來事啦。好啦，来，小玲啊，来吃茶，懂事哦。我姑做營業班，當好事咯。牙姑做的哦。好深诶！我真认同好吃咯。你娘姑娘无去做鸭肉糜喏，白天家去炒锅点糜，生意听说咁好啊。超好，我用都冇想到。阿小姐，很興要生呢條呢。我要存錢咩？所以人哋紅包錢啦。來，講來啦！你送拜啊，會唔係講到小秋咩？老唔講啦，小秋佢總伊較掂去洗毛誒，佢迄母卡去彈電子，老強咪囥下迄，佢母卡拄科技呢。哈，原來係安尼哦，難怪看佢當伊都加班。係啊，老唔講啦。他老公哦，人品較重要，很大量就好啊。我咩係安尼想？咩安尼想啊？迄個唔中意哦，我天天老有安排，不然兩個出去了，喏。阿小姐唔是急啦。我急誒，我當日冇搶到紅包錢的呢。係哦，阿小姐，這講你唔是歹勢啦。你唔係叫有限啊？小玲啊，我還冇問你誒，你兩個出去了了都用誒喏，講會來冇？哈？小秋係不差啦。係啊。唔過，佢都唔會主動講法，我講一句，佢爭嘅一句，當場阿叫喲。你會用呢？佢平常唔係用呢，你奇怪呢。我每次都懂奇怪啊。幾擺過後，佢就冇再過用哦。係哦，手講佢唔會主動咩？我知道，當場我來得唔去，佢爭興去約會。哪有啊？唔係很用人。啊，愛啲啦，小秋哦，佢假上分咩？佢唔講法，你就老佢講法啊！什麼人哦，主動都有馬上講哦。我都主動攞佢講法啊，冇上我主動約佢出去哦。哦，唔怕，我即講問佢啦，好冇？
吧。阿小姐，哎呦，巧玲啊！嘿，喂，你要得嘛？巧玲姐姐来哦。小林姐姐，我是你要得是。大拜巧玲姐姐来哦，你要得去轻佻。巧玲姐姐不开东西，主动好吃呢。巧玲姐姐很强啊，唔免喊讲啊。真记得无？今日要做啲相亲的嘿。喂，娘哎，上爱讲人啊嘿，戆嘛。阿叔哎，姑生，妹不会整场跟巧玲姐姐生。哦。巧玲啊，你这6米了，小手机较无限啦，你都无记飞门记呢，有乜个小事，咪生老唔讲啦，哈。啊。小秋，吼，你这2工较无用吼。哎呀，啊，我顶个甲你讲的代志，终身大事啊！阮巧玲搁伫咧等你呢，再搁出去食饭啦，哈。我唔知影，我唔知有啥物，就是甲阿娇姐做伙的时阵，足欢喜的，比甲巧玲做伙上较欢喜。哎呦，迄是当然啊！我就参照恁姊啊，对无？啊，咱2个人熟识遮久啊，较熟啦，吼，哼。可怜吧？我是想讲吼，你一定吼还未注意到吼，阮巧玲的优点啦。我甲你讲，人水啦，我搁大方啦，你以后一定会介意伊啦，爱着伊哦。嘿嘿嘿。可怜吧？我甲你讲，你去买一个什么小东西啦，送予伊啦，伊一定足欢喜的哦。好啊。哎，那安尼才对啦，加油啦哈！阿娇姐啊，嘿，我咧想讲，我是一个查某人，规工拢待伫咧工厂内底。唔知影查某人要啥物，你敢人无爱买？好星空聽，你敢記得我？爸爸，唔拄无愛，這個寫信嘅本硬也掉嘅嘿。我住伫台北，不是相信的呀。有某个事情，你就可以帮忙打电话了。唔過硬也掉唔掂奶久，做得看動。爸爸，當久我讓唔聽書本身誒。明天上課時間你就住這裡。來，再過去。啊。接上來。聽講哦，這間店攏是日本貨的，係啊，袂歹哦。嘿嘿，係啊，講來啊。哟，这袂歹啊！这个田上哦，甲巧玲安尼箍起来，哦，伊就走袂去啊，袂歹哦，啊。
阿月姐啊，你感觉这个安怎？哦，这阵足贵的呢。表示讲你有心意啦，瞧你你足欢喜的。啊，这就唔免啦。哦，我摕等。我两个拢包起来。这两个拢做唔到1,800。你两个。瞧你你笑个。喂，你要送互乔玲的礼物嘞？哦。哦，送互查某囡仔，这摆啊！会紧张袂？袂啊。啊，恁两个人哦，你先去看电影，还是先去食饭哈？拢会使啊。我看哦，先去食饭，较去看电影。先去看电影，可以食饭嘛是会使啊。拢会用啦，非得哦，你着要考虑到迄查某囡仔的感受啦。乔玲要安怎，你着听伊的，知无？来啊！哦，乔玲，阿小姐，哦，安尼又强哦。来啦，好啊，差不多啊。恁两个人好好去看电影，好好去食饭啦吼。乔玲啊，我迄那买行哦，拄人去讲啦，唔怕啦。吼。啊，小秋。迄电影若是无好看哦，你着带乔玲去踅街啦，哈。哦。啊，紧去紧去，算啊较欢喜的哈。喂。哦。面前很难穿哦。哦，安尼规个哦，较爽快啊啦。来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哎，会使啊，来100。手指嘎嘎的。啊？你这唔免啦，你这个遮短，哇唔免啦，连刚才加啦，我有代志歹势啦，哦。还是钱互伊，行啊，好呀，来来来，哎，歹势哦，我先来走哦。油啦，就含油咩？哎呦，学来啊。喂。嗯。哦。嗯。来来来，小小夹色咯。嗯。有呢。牛马师姐。那请你吃饭啊。哦，吃饭吃饭。太子。嗯。cái tặng gì con đâu một trong cái nào mình yêu中意嘅嘛？cái油要娘诶，毛要娘诶，我欧巴桑诶呢，又没写牙字。唔係親講嘅歐巴桑。所以按點嘛，來來來，幾杯本色。啊，哎呦，我社會錢沒那麼呢。講啊。無人，我就老人做冇人咩。嗯。不過，幾隻細來東衝中醫癌。哎呦。不過癌都冇用嘅哦。我搶去吃到幾隻細來咩醫到身吧。佢就叫我行看啊。你講嘛呢？冇啦，哎佢決定也不開錢啊，4個4年佢做得咧。佢哋啊。哦。佢對佢。算了啦。娘誒咯，又唔講。誒，你看有那麼嚴重應，係咪？佢要點要開錢嘅？誒，來啲啦，冇安尼想法咯，唔好來老阿講嘢事情，錯冇？細人都喊細，冇乜嘅好想嘅啦。食飯啦。啊，韓
叫无看到阿传的哦。你唔知佢晾衫，一下喺馬前。阿茶，假使講阿傳呢，佢想我轉來咯。小弟哦，这是我阿哥做的当归茶，还佫有草仔粿，互你。哦，谢谢啊。你面乌啊啦！来，这有你吃。谢谢啊。这边。这有你吃。我感觉你台语讲了袂歹。讲有。好冇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客话你好吗？好冇？对。那呢，我佮教你一句。啊。爱动好。爱动好。什么意思？我很好。爱动好。爱动好。爱动好。给勇士骂4000个孙息，先黑世上的给伊优菲，张黑2个阿哥嘅补习费，我黑摆到清明，也下太的爱张地4000个孙息度骂张黑清明，5000个世界，佢都是动手，讲嘅唔会摇，讲嘅世界还会破灯都市。冲击迄骆驼用的，做得顿时嘞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以后无你咁嘛，谁麻烦你呢？好好，有闲个较食顿来行行的。我来，我来。大家拢斗同事啊。保重嘞。好好好好，来。也系爸爸请泡面100本身嘞。请泡面100。爸爸系要求的正业员工。正娘员工？那考对铁考的，下礼拜回你办公室上班呢。我会去哪喏？台北邮政总局。当然系。2月2日较严调的。今日下礼拜下课无事情，做得再过去拢本身的无？俺唔是本身的。小王，恭喜哦！好简单嘞，无啦无啦，算好运啦。无呀，也就是你，看你春风满面啦，爱互你请，你哪有问题啦？无
简单，无简单。无啦嘛，看你当时为恁打电话啊，吼，好请你。都安尼讲命，恭喜恭喜，还是袂歹。好星空聽，你敢記得我？你过来，过来。来，吃点心哦，今日吃饼配养乐多。来，一人一份哦。咦，金城，感觉摕一份尔？一份就好啊。今日共款2份吼。哎呦，你较掂的啦。谢谢。来，吃饱吃饱。阿哥姐啊，即阵吼，大家拢都病的，拢甲血拢赶出来，所以拢正常下班。我咧想讲，你也有闲无？我会当做伙食饭，踅街无就是看遮电影。礼拜好啊。礼拜哦。无啦，我是想讲下暗较亮啊。啊，你若是你是去看吼，迄电影伊暗摸摸，看了之后行出来，规个口拢拍歹去啊。出头真济呢。看啥物电影？老查某安尼，你去约巧玲啦。巧玲，你也是甲伊讲啊？讲啊改啊！无啦，我就不看冇钱咩？虽然爱看医生，我就冇钱咩？对啦，来去啊！好哩啊！唔免啦，巧玲就无欢喜啊。系洗伤的哦。嘿啊，洗伤的哦，结片哦，做起来哦，寒天硬强哦。当因拄爱去医院，当因拄爱看医生啊，竟然就冇钱咩？出世哦，顶下要卡去洗年旱菜锅哦，去工厂做唔得成价钱啊，顾送挨老小区的成家啦。我身躯无啥物钱啊，毋过是朋友，就是爱斗相共。唔免，那几多钱啊？唔是啦，俺还去请俺露台长熊，唔怕啦。啊，小七，唔好欠啦。俺冇欠啊，阮都去挨哦，俺要安尼啦。阿姐啊，阿姐啊，啥人啊？小秋啊，你是去啉酒哦？
点啊，然后啉一点点。哦，你这创啥啦？来，洗。哎呦，洗。家姐啊，你洗，哎呦，哦，歹势啊，来，这样嘛，该甲你交了。啉一块茶啦。哦，你是。我平时是袂啉酒的啊，毋过吼，今日特别郁卒啊。恁吼，恁拢叫我领班啊，我是叫我家己是领一箍烂啊。对遐个头家来讲哦，我啥物拢毋是嘛。啊，毋过我嘛是爱继续认真打拼啊，对无？你想遐济要创啥啦？做工课就是趁钱啊！你想遐济。我平时嘛是安尼想啊，啊，毋过今日特别郁卒啊。郁卒就去啉酒，你着想一款快乐的代志啊！啊，亲像你甲乔玲最近毋是真好？哎哦，迄拢是家己自愿的啊。你哪安尼讲哈？啊，恁两个人去看电影、去食饭啊，搁安尼讲？哎，你我是因为你讲，我才去的。你是咧讲啥啦？阿哥，我是较介意甲你讲话开讲，安尼真正有讲有笑，足欢喜的呢。逐昼吼，我若是甲你讲着话，我拢欢喜到下暗拢困袂去啊。要不然啊，就暗啊啦，你好转去啊啦。你毋是送互乔玲啊？我感觉这较适合你啊。我咧买这的时阵，就想讲要送互你。无可能啦，我无可能收的啦。你一定要收落来啊！这是我的心意。你若唔收我就唔走。小秋，你莫安尼，你阿舅，爱终于。阿珍嘞，呀，小秋叔叔哦，施酒醉的啦，没事情，你看看医生，哎。你为什么在抢我姐姐啊？我啉酒醉啊，我唔知。其实甲好赌，赌衰到袂。
都几多钱？几啊万元？几下班？俺不要，我听下去吃饭嘛。哎，那打嘛，困到现在冲目个，叫做爸爸，你也叫好诶。有一寡人去逼冰冷，我派红台，你是唔知上？对吼，好谈。干嘛呀啦？高金牛，高金牛，干嘛呀？我再去遮台哦。那给这福利钱给东西，还去人家卖给唔好，真的是做鬼入了种。唔使伊通爱国家，温柔父子，莫等天降嘅雪，爱恨舒服嘅自由。爱公怕，永不爱伊。爱公怕，伊的路路好贵。台风的世界，寒风过壁。凉风的世界，爱会转来看。